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 Vincent。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一套比較特別嘅一個孖屋啊，亦即係雙拼。咁啊，通常咧雙拼咧好多咧都會係無坯交樓啦。而今日呢一套咧，唔單止唔係無坯，仲要咧 lift 都做埋好俾你㗎嚇，一手樓嚟嘅嚇，而且係嗱就係今日呢一套啦，雙拼嘅，大家可以見到啦。咁啊，佢咧就做埋咗呢一個 lift 嘅啦。嗱，而家見到呢一個玻璃外立面大呢兩個咧。就係呢一台 lift 咧，咁啊呢一套單位咧係南向嘅，南北對流嘅嚇，咁啊朝向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啦。嗱，咁啊先入嚟呢一度咧有個地方可以俾你泊車嘅，呢一個地方啦，有個泊車位。咁啊呢邊咧都算闊嘅嚇，呢一度佢唔單止呢一度係有一個細花園嚇，下邊仲有一個大花園嘅，一陣間咧會同大家介紹到嘅嚇。嗱，我哋可以過嚟呢度，可以見到。呢一個咧，呢一台咧就係 lift 啦，因為佢個總掣咧仲未開嚇，其實咧佢係可以直接上落嘅。咁呢一套單位咧帶埋 lift，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啊？裝修又帶埋啦 ，lift 又帶埋啦。可能好多觀眾朋友咧就會即係比較想知道佢嘅價錢啊。咁啊 Vincent 咧就喺度賣下關子，介紹完之後再同大家講俾大家聽佢呢一個價錢啊。咁位置咧就惠州碧桂園半海雲山嚇，咁啊呢一度咧就返深圳咧就好方便㗎嚇，到蓮塘口岸同埋羅湖口岸咧1個小時左右嘅車程就可以到啦。咁啊以及咧每日咧都有好多啲班次咧嚇，由早上嘅6點鐘到夜晚7點鐘，每個小時至少有一趟25蚊就可以到啦嚇。咁啊歡迎大家隨時過嚟睇樓嘅。咁啊一入嚟，首先嗱我哋見到同樣佢旁邊呢一度咧會有一個洗手間嘅嚇。咁啊呢一個洗手間佢係冇做淋浴區嘅嚇，呢度咧就係大小便啦，其他啲嚇，因為呢度唔係得休息區啊。咁啊呢啲雙星盤嘅呢啲嚇，咁啊我哋再睇埋呢一個1樓嘅客飯廳嘅位置啦。嗱兩邊都好闊喎，呢間嘅話嚇，比我哋之前去睇另外嗰啲嘅話咧都闊得多啦，大家可以睇睇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接近10個階磚，咁啊一個咧就80 cm， 哇8、9米嘅一個開間嚇，舒服㗎嚇，咁大嘅開間嘅話咧，嗱再翻嚟呢邊咧就係佢嘅一個廚房啦，明窗嚇，抽油煙機呢啲擠雪櫃位啊，都係合理嘅，成個廚房佈局同埋佢嘅大小。好啦，我哋翻嚟呢一度咧，最緊要咧就睇翻呢一個1樓。哇！1樓呢一個景觀咧就靚啦，望住呢一個中央公園，睇翻出去係嘛？嗱，而你仲要可以聽到啲雀仔叫啦，喳喳聲。咁啊，最主要咧嗱，左右隔離嘅鄰居咧都入住咗噶咯喎啦，可以睇睇隔離呢啲鄰居啦，都將呢啲花園咧搞到非常之有特色嘅嚇，每一戶啊啦。咁啊，右手邊呢一度亦都係嚇，嗰一戶啊，見到有泳池先，仲要嚇可以畫泳池啦。呢一排過去，咁啊，剩翻呢一套嘅啫嚇嗱。咁啊，成個呢一個單位咧都係好闊嘅呢一個露台，而且佢係擸埋呢一度嘅。其實我覺得佢呢一個護欄咧係即係點講咧？你呢一個可以唔要都得，我覺得嚇。響呢一度咧搞翻好似人哋呢個咁樣嘅嗱，呢種嘅鐵閘門咧。你呢一度咧就可以唔要啦，咁樣嘅話咧，你呢邊騰出嚟嘅空間咧就會更多啲啊，係啦，啊咁啊呢一度咧就係呢一層第一層嘅一個情況，我哋落負1樓同埋負2樓去睇睇先。嗱，咁啊我哋而家咧嚟到咗負1樓嚇，咁啊負1樓咧佢會有2間房嘅嚇，而呢邊咧嗱就有首先第一個咧就洗手間啦，嗱我哋可以見到。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嚟嘅，所見即所得。最緊要咧，每層肯定咧嗱唔少得 lift 都俾埋你啊！一台 lift 咧閒閒地至少都要20萬啦，係咪先？最平嗰啲你都要10幾萬啊！所以你呢一度咧又慳咗一筆錢啦。咁啊呢一度咧嗱，哇！呢一個套房又係有啲大喎。嗱，咁啊呢一間咧就第一間套房啦，係啦，裡面咧都係交樓標準嚟嘅洗手間，所見即所得。再翻嚟呢邊，哇！呢間房都係幾正下嘅喎。
嗱，同樣啲視野望出去嚇，其實佢唔係得真係話響地下㗎嚇，因為佢咧合同圖紙係咁樣叫係負一樓，因為要咁樣先至有贈送面積嚇。其實佢哋係響地面嘅完全嚇。嗱，中央冷氣來機呢啲都係幫你做好嘅嚇。咁再過嚟睇睇另外呢間房，呢間房同嗰間房又有啲區別喎。呢間房咧洗手間咧就要用啱先出邊嗰個，但係佢咧有一個露台，嗱個露台，而且咧就非常之長啦嚇。咁長度亦都係去到咗8-9米嘅嚇。嗱，再睇翻呢一度呢一個景觀嚇。咁呢一度咧就下邊嘅花園啦。嗱，咁大家可能見到呢個花園，點解佢呢度有個斜坡仔咧？其實呢個斜坡仔咧係可以削平佢嘅嚇，即係變咗好似人哋隔離嗰啲咁樣，係完全一個平平地咁樣嘅嚇。如果你中意嘅話就嚇，呢一個咧就負一樓，我哋去負2樓去睇睇，順便睇埋個花園。嗱，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咗2樓。2樓同樣都係得一間房嘅啫，咁樣私密性咧就會比較好啊。2樓當然咧係留俾主人房啦。嗱，首先呢度有一塊大玻璃，主人房獨向嘅呢一個 lift， 呢一層咧就成個主人房私用。然後呢一度咧有個細露台啊。再翻嚟呢一度，嗱，呢一間主人房，大家唔知覺得夠唔夠用咧？再加埋中央冷氣來機都幫你做埋。你而家見到呢啲所見即所得，就係交樓標準。最緊要主人房咧，仲有一個大大嘅衣帽間係嘛？咦，真係夠晒氣派嚇！再加翻埋呢度嗱，入嚟有2個星盤啦，非常之貼心咁樣同你安排咗2個。而呢邊咧就係淋浴區啦，上洗手間嘅、沖涼嘅，呢啲都幫你安排埋。而連呢個衣帽間咧都有埋個大扇嘅明窗玻璃啦。換咗衫之後，你睇出嘅景觀都係非常之靚，成個草坪啊！咁呢一度主人房獨有嘅一個露台，嗱呢邊咧就可以見到左右隔離鄰居啦嚇，左右隔離鄰居都係入住咗嘅。再睇翻左手邊呢度都係入住咗嘅。嗱，我哋咧就係呢一個花園啦，嗱正中間呢一個。咁你可以畫泳池啦，好似人哋咁樣搞翻個涼亭啦，點樣都 OK。睇住對面呢一個中央公園嘅草坪，你到咗再過多個零月咧，啲草咧完全生出嚟之後咧，就更加靚啦。哇！其實呢棵樹佢唔遮住嘅話咧，仲可以睇到湖景㗎嚇。因為呢棵樹咧就稍微高咗少少，就影響咗佢湖景。如果唔係咧，都幾靚下。咁我哋再上最尾一層，同大家介紹翻啦。嗱，上到咗最尾一層第4層，佢同樣咧都係有一個套房嘅，但係呢個套房咧同啱先個比咧就細咗少少啊。咁一入嚟同樣所見所得啦嚇，乾濕分離智能馬桶呢啲，呢一個咧就有少少區別，就係佢露台冇咗啦，即係呢個套房冇獨立嘅一個露台嘅啊。呢一個咧就俾細蚊仔用咧就最合適不過啦，我覺得。然後呢一度咧就係我哋啱先見到嘅嗱 lift 位。連埋 lift 都配埋俾你，你試諗下幾貼心係嘛？咁呢一度咧就有埋一個露台啦。嗱，呢一度咧就有個大露台，睇翻呢一度嘅景觀。哇！上咗呢一層嘅話，個湖景好靚啊！望出去。隔離咧嗱有個業主咧就做咗成個泳池，哇！嗰個咧就真係識彈咯。呢一套單位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咧？佢嘅使用面積咧，去到咗600幾平咁緊要嚇，非常之恐怖。而屋契面積咧，先至個100零方，唔知大家對呢一套單位有冇興趣咧？不過價錢咧就有少少貴啦嚇，450萬，帶埋裝修，送埋台 lift 俾你，現樓即買即入住，一手樓嚟嘅，冇任何啲雜費啊啲啊，正常嘅一手樓嘅一個交易嘅費用啦嚇。唔知大家對呢一套單位有冇興趣咧？又或者大家覺得呢一套單位賣得貴唔貴呢？
歡迎大家評論區討論一下。如果覺得貴啊，喺評論區裏面咧打個貴字嘅嚇。如果覺得平或者話咧物有所值嘅話，都歡迎大家討論下嚇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對呢一套單位有興趣深入了解嘅話咧，歡迎大家 WhatsApp 聯繫我嘅。咁啊，呢一期節目咧就介紹到呢一度啦。我哋下期有更靚嘅單位咧，再介紹俾大家啦。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